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进前3礼拜有分享过《彼得前书》第2章的第9节，头前3个身份，分别是被拣选的族类、王家的祭司、圣洁的国度。今日咱要来看第4个身份，就是属于上帝的子民。属于上帝子民的意思，就是咱基督徒是上帝特别的百姓。事实上，我顶回有讲过，这4个身份在旧约中原本底拢是指以色列人所讲。是指以色列这个民族所讲的，因为在旧约中不断地强调，以色列人伊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爱做王家的祭司，是上帝圣洁的国度，是属上帝的百姓。特别这个属上帝的百姓，在旧约圣经中间不断去强调。一些百姓甲上帝的关系，一些百姓是属上帝的百姓。比如讲，咱举一个例来讲，《申命记》27章第9节到第10节，安尼讲，摩西甲祭司利未人对以色列众人宣讲：以色列人爱静静听。你今日真做耶和华你的上帝的百姓，所以爱听叹耶和华你的上帝的话，遵行伊的诫命甲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。在这段经文中间，摩西甲祭司利未人，因对百姓宣讲上帝的律法甲规例，爱因去遵守。然后对因宣告一件事：当恁遵守上帝的律例、甲上帝的命令了，恁就是上帝的百姓。所以这是原本的是以色列人所拥有的一个真特别的身份。但是彼得前书的作者，伊将这个旧约圣经咧讲以色列人身份，来引用做新约圣经中间教会内底基督徒，因为教会内底基督徒才是真的一些人，所以应该爱拥有这4个身份。所以咱今日就要来看这第4项，属上帝子民有几项无同款的意思。第一项，咱来理解，属上帝的百姓，就是咱是被上帝拥有，正做上帝的产业。咱的所有权是属于上帝。这点，这个观念，保罗讲了非常清楚。举一个例来讲，我即马身躯有一支笔。这个笔是我开钱去文具店买，未买之前，伊是属于文具店的头家。但是当我付钱给伊，付出这个代价给伊，这个文具店的头家将这支笔给我就拥有这支笔的所有权，我就当来使用伊。相款的道理，咱嘛是上帝开了真大的代价来买回。咱看见到保罗伫这个以弗所书第1章11节安尼讲，咱也伫伊内面，伊内面就是指耶稣基督内面，得了基业，得了基业。迄个和合本的圣经后壁有一个括号，写讲这得会当翻译做正。
所以也通讲，咱伫主要所基督内面，真做上帝的产业。所以这段经文咱讲，咱原本的是属世界、属世，是被这世界所掌管，甚至咱嘛咱讲受邪恶魔鬼的势力所掌管。但是因为上帝怜悯咱，因为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，用伊的生命钉伫十字架顶，互咱对这个世俗的权势中间，把咱抢救倒来，互咱属伫上帝。咱既然属伫上帝，咱就是上帝的产业。所以，请大家一定爱会记住，咱是属上帝，咱是宝贵的，因为咱是用上帝真大的、真重的代价所赎回。上帝赎回咱，互咱成做伊的产业。咱的所有权是属上帝，你袂当将家己搁卖互魔鬼，卖互世俗。这点第一点，咱来了解。咱既然被上帝用重价来赎回，咱就爱知影一件代志，咱简单属伫上帝。袂当讲我要甲魔鬼区分，吼，我一半属上帝，一半属世俗。圣经咱讲，耶稣讲的，无人会当侍奉两个主。伊毋是厌恶这个，喜爱这个，就是看重这个，轻看迄个。恁无可能同时做上帝的奴仆，搁做钱财的奴隶。所以咱来理解，就是讲，咱简单被上帝所拥有。这就亲像这个婚姻礼拜的时阵，新人拢会誓约对无？誓约安怎？爱一世人，两个人拢要斗阵，袂当互别人介入，袂当互第三者介入。即咱台湾的俗语嘛，有安尼讲，讲起厝无用一冬，娶某无用一工，娶细姨无用一世人。意思是讲吼，你若将家己安尼迄个感情无专一的话吼，你真无用，会互你真操烦。所以咱理解，咱是简单属伫上帝，因为咱是被上帝重价所赎回。这第一点，咱爱清楚。第二点，咱既然是属伫上帝，咱就是被上帝疼痛，是上帝的儿女。上帝是咱天顶的老爸。当咱咧对一个人传福音的时阵，咱常常会讲啊，上帝是咱的天顶的老爸。但是你要解说清楚了，因为咱用老爸这个字咧形容上帝的时阵每一个人的感受无同款。因为每一个人的老爸对待伊的方式无同款，我相信大多数咱在座大多数的老爸拢对咱真好、真照顾，但是咱中间所有的人的老爸拢无完全。我嘛是两个囡仔的老爸，我嘛知影我有出一缺点，我有出一无完全的所在，我无法度完全去保护我的囡仔。所以有个人伊的成长的过程中间，伊对老爸印象，每一个人的观点是无同款，甚至有个人感觉老爸是一个伤害者。有个人我虽然教会无老爸，我感觉我真可怜，但是我大汉了后，我发觉有人有老爸比我无老爸还可怜。老爸是一个暴力者，
无论伫肉体、精神顶面，虐待因。所以你来讲，上帝亲像老爸，伊惊要死。咱中间可能有一寡老爸是缺席者，有一个忽略家庭、无负责任的老爸。可能伊为着伊事业打拼，为着爱开花、爱交际应酬，伫你成长的过程中间，伊完全无伫你的身躯边。伊是一个缺席者。我伫圣学院毕业了，其实我去读圣学院进前，我就有一个愿望，就是我要去做学生工作。所以我毕业了，我自然而然去甲学生中心做学生工作。伫遐有8天的时间。伫这中间我是做传道迄一天结婚的了2个囡仔出世。渐渐，这个我伫学生公司学生中心工作8天了后，我发觉有一个会造成我的家庭真大的困扰。就是学生中心的工作其实是爱做行政的工作。然后当学生放学了，阮就爱去甲学校，爱去甲学校附近的教会，去组织因的团契，去辅导因的团契。然后可能聚会结束了，因有真侪问题爱甲你交谈，所以你爱来辅导。等伊甲处理了，发现囡仔拢咧困啊。所以有人咧看囡仔别人咧看囡仔是安尼，自细汉安尼大汉起来对无？我咧看阮囝是对安尼变安尼啊，因为拢倒咧。所以我就想讲，我可能会变做一个无负责任、缺席的老爸。因只有会再起来，会当看到我，然后规工就拢看无我。所以迄个时阵，我就决定讲安尼可能爱换一个服侍的所在，所以我就去到教会。到尾去到教会，有那差不多。但总是有较侪时间陪伴囡仔成长。所以有真侪老爸是一个缺席者，佫有的老爸是真严肃的。真困难亲近的，咱伫传统上，咱台湾的家庭拢是严父慈母老爸有时阵较严肃，要求较严，较困难亲近，是一个权威者。咱甚至毋敢甲伊讲咱的心事。所以我拄则讲过。有一寡人，伊可能伊的老爸是一个伤害者，是一个缺席者，是一个真困难亲近的人。当你来传福音，你来讲，上帝亲像老爸，我听到了，惊讲安尼，我无需要，我无需要这款的上帝。其实咱知影魔鬼惊咱明白天命上帝的疼所以就破坏。老爸的形象互人掠准天顶的老爸甲地上的老爸相共。咱会理解，人类的老爸可能会当互你的家庭变做地狱，可能是一个真自私的人，可能是一个变化无常的人，可能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，一个严肃的人，一个暴力者。但是，咱要注意，耶稣咧讲的天父，耶稣是讲天顶的老爸。咱要知影，这天顶毋是指迄个空间呐，是讲伫天顶，上帝住伫天顶，毋是，
上帝是无所不在。啊，为什么讲天顶的老爸，就是甲地面上的老爸无共款？要分别一下，地面上的老爸有真侪问题，是一个无完美的老爸，但总是天顶的老爸呗，伊是一个完美的老爸，是真心疼惜咱的老爸。所以咱来理解，咱的天父拥有咱，自然伊疼惜咱。伊拥有咱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伊疼咱嘛。无咱伫世俗，伊为什么要互伊的囝牺牲赎回咱？就是因为伊疼咱嘛，伊疼惜咱，伊爱咱比疼比生全。所以圣经讲，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，耶和华也怎样怜悯敬畏伊的人。而且讲的老爸是好的老爸哦，做人的老爸都会去怜悯家己的囝，何况是天顶的老爸，更加是怜悯敬畏伊的人。天顶的老爸是充满了关爱、怜悯，真关心你，甚至超过你所想象的。甚至咱无法度理解，咱的理性无法度理解，上帝为什么疼咱遐尼长阔宽深？其实上界重要原因就是上帝属性就是疼，伊爱互咱有温暖甲安全感。我虽然教会了无老爸，但是我遐个犹原会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，50几年前，我的老爸咧抱我的景象。伊捌安尼抱我佚佗，教我安怎讲球，教我一寡道理。伊甚至伊若逐遍带我去剃头的时阵，伊拢习惯坐伫咧剃头椅仔顶面，然后我就拍伫伊的肩胛头，然后咧替伊接即个鼻仔的即个粉刺，我感觉真趣味。伊就老懒的。我即摆犹原会当感受到迄种被疼惜的安全感，迄种是让人渴望的感受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无论你即摆你对家己的边界安怎，无论即摆情形安怎，你是顺境的也是逆境，你也知影上帝拢疼你，伊疼惜你到真深。而且，咱伫天顶的老爸是一个永远袂改变的老爸。地面上的老爸情绪可能真困难控制，有真侪青少年咧反映讲：我真正毋知影我的老爸今仔日的心情安怎。我这考试单摕转去了，若心情好，可能骂几句啊；心情无好，可能我就真凄惨。因为地面上的老爸情绪无法度控制，互囡仔无安全感。咱伫天顶的老爸是永无改变的上帝，伊袂情绪化，伊是稳定可靠，而且毋是看你的表现安怎，而且疼惜你。当然，有时阵咱若过头犯罪，上帝会调整咱，会教示咱。但总是咱知影伊疼咱，你会当信任伊，伊完全可靠。圣经甲咱讲，伊是一切光的创造主，伊袂改变，也无转世的影，伊袂改变。伊是一个真稳定、值得咱信靠的上帝。地面上的老爸，有可能是真困难、
亲近的上帝，但是咱伫天顶的老爸，是一个欢喜甲咱亲近的上帝。我拄则讲过咧，中间可能有一寡人生长伫一个老爸欠小的家庭中间，老爸差不多拢无伫咱的身躯边，伊无当去厝里，伊有真重要的生意爱做，可能有真重要的会议爱开，伊拢是大多数时间无伫厝里，兼且有伫厝里，嘛真恶伫甲你亲近。伊伫你的人生，确实无留落任何的分量。但是咱的上帝毋是即款的上帝，伊是一个日夜照顾、暝夜照顾的上帝。圣经的作者安尼讲：看以色列的保护者，伊无拄眠无困，上主要保护你，伊伫你的身躯边保护你。你是太阳无伤你，免是夜也无害你。这意思就是讲，无论什么时阵、什么所在，你需要伊，咱的上帝总是伫地，伊无遥远。保罗安尼见证讲，伊安尼做是爱因找求上帝，兼且会当伫即个摸索中间找着伊。其实上帝甲咱每一个人距离无远，上帝爱咱亲近伊，伊要甲你建立一个好的关系，伊就是伫你的身边，离你无远。雅各书的作者讲，咱亲近上帝，上帝就亲近你。所以，咱所信仰的天父上帝，是一个欢喜甲你亲近的上帝，是袂改变的上帝，是疼咱的天父。既然咱头前讲过两项属上帝的百姓，第一项就是讲，咱是上帝的产业，被上帝拥有；第二项是讲，咱被上帝疼惜，真做伊的儿女。既然是安尼，咱就爱有第三项，就是咱爱互上帝使用，真做你甲别人的祝福。咱真做上帝的产业，咱爱有一个回应。圣经同咱讲，人若自觉脱离卑贱的事，就的确做贵重的器具，真做圣洁，合主所用，有必行各样的好事。所以咱被上帝所拥有，就是要被上帝所使用。我拄则讲买这支笔，买起来毋是放伫遐，伫遐欣赏尔。买这支笔就是要摕来写，摕来使用。伊若无使用，这笔就无路用啊。所以咱既然被上帝拥有，咱就要准备好心，爱被上帝所使用。所以牧师有三项提醒。第一项，咱爱被上帝塑造，咱爱理解，咱是对世俗中间被上帝所赎回。虽然加减拢去拟到这个世俗的一寡问题，咱需要被调整，需要被修正，需要被破碎，需要被上帝重新塑造。上帝透过无同款的方式去准备咱。如果你若想要互上帝使用，你若无要真做一个无路用的物件，就是你爱互上帝帮助你改变。这是第一项。第二项，就是当你被上帝塑造、装备了，咱要求上帝差遣咱，差遣咱去到无同款的葡萄园。你的葡萄园可能是你的职场、你工作的所在；你的葡萄园可能是你的家庭、你生活的所在；
无可能你常常去的所在，你接触的所在，更加可能就是伫教会。咱来求上帝差遣咱去适当的所在去服侍。咱这边伫这大斋节期所推动的40天禁食祈祷，牧师团第一遍推动这个事工，迄阵嘛是因为时间真短，说明的时间真短啦吼，所以嘛是真烦恼较少人响应参加。结果我起来算，拢总有143个人次，当然有人写过来长啦吼。143个人次，我相信以后会更较好。咱每个人拢假设一个祈祷的人，对咱的教会是有真大祝福。所以你要求上帝差遣你去到你会当服侍的所在，然后你得感受到，当你愿意被塑造、被差遣。你得领受上帝祝福，因为被上帝使用是上帝赐予咱的管道之一，是上帝赐予的恩典。对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，咱看遐尼一个人物，咱发现被上帝使用的人，拢是被上帝祝福的人。所以咱来到圣殿中讲，主啊，你祝福我。其实一个意思是讲，主啊，你使用我去祝福别人，我也当领受祝福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时阵你的心中爱有一个对上帝约束，感谢上帝，互咱属伫伊的百姓，无搁再属这世间，无搁再属这个魔鬼的权势。咱得到这么大的恩典，主啊，我要搁较侪祝福，求你差遣我，互我去成做别人的祝福。咱已经讲过4个身份，4个身份拢有一寡责任，但是也有一个上界大的责任。咱后礼拜会甲大家分享，希望咱拢会当成做一个上帝所欢喜的人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用你的话来激励阮，互阮明白阮是属你，是你的产业。你听阮，你是阮天顶的老爸，阮是你的儿女，你也愿意使用阮。互阮成做贵重的器具，求主成全者爱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